大家好啊！今日想同大家介紹一個團，連埋導遊費，每人大概1600蚊就可以去一轉桂林玩4日3夜。難得聖誕一個4年假，想離開香港，但係機票又太貴，咁可能國內長線團就係其中一個選擇啦。咁我今次揀咗呢個團呢，團費999蚊，另外就要俾保費187蚊嘅。咁旅行社就話呢，有自己嘅旅遊保都得嘅。但係呢，到要 claim 錢出示證明嘅時候呢，佢就要收200蚊嘅手續費，所以為免麻煩，我都係跟翻旅行社買一保險。另外仲有導遊費，每人每日100蚊，咁4日 total 就係400蚊。如果係 BB 嘅話呢，就收200蚊團費，咁一樣要買保險嘅，但係就唔使俾導遊費。咁我自己就冇去過桂林嘅，我冇特別睇佢入邊係去邊啲景點。呢個團呢，就連續3晚都係住同一間酒店，唔需要執行李。佢仲有另外一個團呢，係3晚都住唔同嘅酒店噶。咁當然價錢會再平啲啦，但係我就唔想咁辛苦啦，就寧願俾多少少錢住同一間酒店，況且團費都唔會話貴好多。咁佢仲有啲團呢，係由香港西九龍直接出發，但係團費咁梗係要再貴啲啦。咁係考慮到我屋企出發去西九龍呢，其實都唔係太方便啦。咁所以如果喺深圳嗰度上高鐵呢，我都可以接受嘅。如果有玩開內地短線團嘅朋友都知道啦，咁通常都有2個集合地點俾你揀嘅。但係今次就得福田口岸。同埋查詢嘅時候呢，就發現有啲團 BB 竟然要收小童證價，唔知點解。但係而家呢個990蚊嘅團呢，就唔需要嘅。咁最後啦，呢個團呢，都仲有啲地方要注意嘅。首先呢，呢啲團呢咁平呢，通常都會有啲購物點嘅。咁我哋對比過其他團啦，覺得3個購物點都可以接受嘅。咁第二就係佢有3個自費景點啊。咁你當然都可以選擇唔買呢啲景點嘅，咁就自己喺附近度打躉啦。但係我就覺得一場嚟到都唔爭在啦。咁旅行社呢就有個優惠嘅，如果你一次過買晒3個景點門票呢，佢就有個優惠價498蚊人民幣。咁至於值唔值得呢，就陣間再睇片啦。咁第三，佢有一日嘅晚餐呢係要自己食嘅，同埋喺高鐵呢係唔包嘢食，需要自己準備嘅。咁最後頭先都提過啦，個團喺福田口岸度集合，然後就同導遊一齊搭地鐵去深圳北站嘅。呢個位呢，我自己覺得有啲棘啊，要同一大班團友一齊搭地鐵，而我自己仲要拎行李同埋推 BB 車，我一定會勁論盡啊！咁所以呢，我同屋企人商量過之後呢，就決定早一晚上去深圳北站去嗰度附近瞓，第2日就直接去高鐵站度揾導遊集合。咁喺深圳北站附近嘅酒店呢，都唔算話好貴，我自己就揀咗間大概100零蚊嘅酒店。事後諗翻呢，都有慶幸自己有做呢個決定啊！如果唔係呢，本身8點半就要去到福田口岸集合，即係我6點半左右就要出門口啦，仲要預時間呢。呢啲節日啊，一定會勁多人搭車同埋過關。咁呢啲所有嘢呢，都要自己衡量翻。如果想離開下香港，但係又唔想淨係停留喺廣東呢，咁我就覺得呢個團好抵玩啦。咁我10月嘅時候呢，大概都睇過下嘅。如果去桂林啦，坐飛機同埋坐高鐵都係差唔多呢個價錢，大概來回大概1000蚊左右啦。咁酒店方面呢，每人都要大概200至300蚊一晚。如果自由行淨係機票同酒店都要每人1600蚊，都仲未計其他交通同埋其他食玩嘅費用，所以我覺得今次呢個團真係超抵啊！至於係咪真係咁好玩呢？而家即刻去片啦！旅行跑馬燈。就係鼓勵我一下，好唔好啊？多謝多謝。咁呢風前嘅敬酒。
Moco 啊，是之先有喜。唔係我驚你得唔得㗎？啊，你哋啊，落雨啊！秋风晨光亮亮，从此天天盼望，因你日夜相你